当我顶一日甲你参详的代志啊，等你是拍算安怎？什么代志？啊，你唔袂记的啊？哎，我是想讲哦，阿英这查某囡仔就乖乖啊啦。啊，咱即摆若该加钱哦，厝内面的空价哦，当要叫啥物做哦？出。啊，但即摆咧讲这敢袂伤早？咱总爱有一个拍算啊。啊，你是拍算要安怎啦？你？我是拍算讲哦，要将咱阿英的甲阿强两个哦，互伊杀做对讲。啊，阿英敢肯答应？那我做主的呢？哈，伊敢唔答应啊？只要你若答应，啊，你就用的啊啦。唉，但迄两个囡仔遐细汉呢，啊，死狗再搁讲啦，死狗再搁讲。无啦啦，什么你死狗？你著即摆先甲答应就是啊啦。阿英，阿英，你哪甲顶日了拢无共款啊？你是有啥物代志？我知影，你是毋是搁互拍吼？无啦。阿英，到底是安怎？你讲嘛，你讲嘛。阮阿娘讲要甲我嫁予阿中啊！啊！要甲你嫁予阿中哦？你还遮细汉的呢？人毋是讲即嘛，人是讲后摆啊！哇，安尼足好诶嘛，亲上加亲。阿英，阿英哦，阿英，阿英哦，莫讲啊，你莫讲啊！上啥人要嫁予迄个大志中啊？阿英，安尼你是要安怎嘛？我，母兄，人要叫你替人想办法。我要安怎甲你想办法？无管啦，你一定爱甲人想嘛。我是伫恁兜咧饲牛呢，啊，恁阿娘比我较大，假使我若比伊较大，我毋就会用甲你想办法。迄是无定着的哦，无定着你后摆会骗阮阿娘较大哦。后摆，阿英，你是讲我后摆会安怎？我是讲哦，你足有志气的，大家若是伫咧困的时，我拢看到你一个人伫咧茶房遐咧看书，你后摆吼一定会出头的啦。阿英，假使后摆我若是真实会出头吼，我才无要互你嫁阿中。真实的？我爱你，甲我斗阵，啊嫁我，好无？你拢伫咧骗人的咯？阿英，我无骗你，我讲真实的呢。你要用什么证明讲？证明？要证明什么啊？证明你拄则讲的话啊。阿英，这支片仔是我上喜欢的物件，啊无这支片仔我怎么送你？啊，毋着表示讲我现在讲出来心内话，无骗你，好无？真实的？母兄，那我有听人伫咧讲什么啊？山明海誓，这是什么意思哈？哦，山明海誓，就是入下誓言，永不变心的意思啊。啊，咱即马安尼有算山明海誓无？这，母兄，我要甲你山明海誓，永远不变心。真是的，好啊，好啊。
嘿，敢无影哟？你甲伊吼手牵甲遐尔红，啊，佮讲话讲甲遐尔亲密，敢无影哟？笑。袂见笑啦！哈，你唔惊人笑？看嘴腮，你上爱讲人闲仔话。哈，我学做看水师吼，免讲嘛，爱讲话。嘿，臭头红母甲伊在乱来，实在足趣味的哦。莫讲啊，足趣味的。翁嘛教的，你上爱偷看人的代志的啦。嘿嘿，迄当然咯，啊无人会叫我红目狗。喂，臭头红母啊，你足可爱啊你啊！哎呀，小人孩你无探听看，迄是阮上好的呢。你哪会甲我抢去？哎呀啊，咱来这边。你又别讲啦，人啥毋是你的上好的啦。啊，哎呀啊，你搁想要加哦哈？你无想看嘛？迄阵啊，伊还袂来的时，咱两个定定拢嘛咧办公会啊。哦，我拢做新郎咧，啊你做新娘，你是阮某呢，你袂记得啊？莫讲啊啦！人即马应该叫臭头红母哦，我你只大皮狗来分啊啦！啊，你敢嘛？我甲你讲啊，你敢讲几句啊？无人讲你会下讲哦。你干嘛？我会讲的咯。快安怎？小好啊，大皮狗，安怎？你好心心啊啦，无你的份啊啦！人俗语讲哦，嫁着臭头啊翁，臭头臭叮当，枕头脚全米泡。我看到恁上介济啦，拢是要欺负阮两个咯。哎，好啦，咱大家拢好朋友嘛吼，讲笑无要紧啦吼。对啦，咱大家拢莫冤家，大家来佚佗，大家来做办公家伙啊，好无？算啥？咱来算吼，办皇帝，啊找一个看牛皇帝出来。好啊！这个阿英啊做红药。我做皇帝，阿英做我的红药。哎呦，无影了啊！啊，你娇鸟笑像臭臭伊哦，无你份啊啦。对啦，无你的份啦，我来做较先嘛吼。大皮狗啊！安那你要狗笑想要食地瓜骨，免受。你敢无？我甲你讲啊，你敢嘛？我想要甲你拍，你也想要做皇帝啦？无你的份啦，无你的份啦，无你的份啦。好啦，啊，你哪拢安尼啦？啊，无安尼啦，咱大家哦，一个爬起来大石头顶悬，互人拜，看啥有福气，人去做看牛皇帝。好。哎呦呀！哎呀，就安尼啦，一个来嘛。好，一个来，好，我先甲恁拜。你要甲我拜咯？来拜皇帝啊！皇帝啊！做红烧的鹅掠来抬，大家来食锅吧。红烧的鹅袂用去抬咯，阮阿娘若知影会甲我拍死咯。伊怎啊几只呢？皇帝啊，安尼要安怎？无要紧，红烧的鹅袂使抬，抬皇帝细只牛。再去抬。来。哎啦，红母呀，你抬牛，阮阿娘若知影你要安怎啦？哎呀，袂啦，迄细只牛遐尼济只，恁阿娘是要对倒去算啦，伊唔知影。报告皇帝，啊，无刀好抬。无刀。这个破开，用竹柄仔抬就死啊！抬了。好，我来去。
歹势啊！哎，你个多少在算？阮那年你要来啊？哈，你来啊？是啊。当面哦，你这阿莫搞啊，迄牛板叫抬的啦。你这抬死啊！进来煮牛啊！怎么食啊？系啊，我跟你讲，牛头吼，钱的迄石饼，甲钱的石饼。好，阮会晓。这阮会晓，来个钱，免啊，牛肉摊食，阮嘛要食牛肉。阿英，你紧避开，无你安尼等下啦。臭头啊！紧避开。红母啊！臭头啊！头家娘，啊是安怎？迄牛仔哪会减一只哈？无啊，我无看到啊。啥物你无看？遐明明就减一只，你啥啊无看？头家娘，迄石饼遐吼，有一只牛安尼装袂出来啦。啥？牛仔囝去念迄石壁遐？嘿啦哎呦，伤影无影呢？去你倒一边啦！哎，啊就是这。看公就上看来老的啊！哎呦，咱你这牛仔囝吼，安尼走去秘伫咧石壁，遐你还阁唔紧去甲看吗？还阁有时间伫这里啉酒啊？啊牛仔囝要哪会走入去石壁？我要哪会知啦？这个臭头仔死啦，唔知安怎你看啦？哎呦喂啊！你安尼台面的代志拢无要管啦，遐一天到暗吼，我安尼互迄个臭头仔死啦，气到有影袂大哭去有影。啊，父母也是一个孤儿，咱来住咱家，也无咧甲你白食，规工咧甲咱看牛，我看你哦，度量是真歪哦。你看啥牛？你看啥牛？哈，规工到暗啦，哈，含恁查某囝啦，遐带去住迄个山顶啦，哦，安尼住咧结群行动啦，甲迄个什么，看水狮啊啦，迄红目狗啊啦，大鼻狗啊啦，遐无月猫啊啦，去来毋正囡仔咧斗阵啦，规工就佚佗甲毋知人转来，要我若加念伊几句啊，吼，大家就搁倒来讲啦，讲我即个后母啦，搁咧苦毒你个查某囝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咱你讲甲遐尼多是要创啥啦？你创啥？当你家无目睭通看就，哈，到即马几点啊？哈，还毋到安尼啊啦，还佫遐毋知让我死转来啦。好啦好啦，我来个看就好啊。唉，啊，当要去毋去这啥？是惊你无的啊，晓？惊啦，衰死衰。目睭你也毋捌看着，你也毋捌看着，要靠后就搁恁祖妈甲你收啦。欠你个死人济命。真好食。安尼要食一哎呦，句。等是食啥死骨头啦？当是啥？我咧食牛吧。牛啊！你哪有牛肉人好食？我臭头好我食。臭头红母，臭头红母哪有牛肉？有啊，山顶活着咧，规鼎食袂完。山顶啊？山顶。啊，对咧，看水狮啊，甲阿目狗的，因规鼎哦，拢嘛食到外饱的，啊，就是台咱斗啥物啊？有种啊？台咱斗啥物啦？人伊讲叫我袂晓甲安尼，你讲。哎呦，戆囝的，中的啊！你紧甲阿娘讲，遐阿娘等一下，我再来抬牛仔互你食。安尼啊？嘿，真是了。真是的啊！啊，唔紧甲阿娘讲，哈。我讲。嘿，咱斗牛安怎？安尼啊？啊，都因规定伫咧山顶讲要做啥物皇帝啦？爱臭头后母哦，做看牛皇帝。好。啊，因仔讲做皇后啦。我做太监。哇！啊，规定拄啊自咱爹，咱兜迄只细只牛刣死，大家食到欢喜的啦。啥呀？像咱大哥叫甲刣食？是啊。你夭寿死啦！你每天要慢慢一路，人比
囡仔哈。OK，你遐好大，你敢将我母仔囝甲我抬去食哈？啊，恁爸若无互你死吼，你再看有影。啊，讲白，走啊！哎，紧走！赶紧紧走！走！啊，你讲好唔打，你讲马走。我你连到遐，我连讲者，我连走。无法咧，我跟你，我无法咧。你叫我做袂着啊！臭头，哦，你做好诶，走第一名啊！安尼啊，你哦走几名啊？你甲我点点啦！啊好，你夭寿死囡仔，你真好胆，你敢走互我入吧哈？敢跳好，袂去叮当。恁爸今仔日吼，若无好我吼，甲你都跟你你啊，你就是爱拍人，这头昏闹顿。哎呦，你是你黑白讲啥啦？啊好，你夭寿死囡仔吼，阿中啊，将臭头啊吼，甲杀去茶房，甲规3工拢袂晓好过。都跟你话，我唔敢啊。唔敢，好教你好胆。臭头，我起来，我哦，叫阿英啊送饭去互你食，较先出去外口看有，行，咱来休。我拖去。吼，你若只有毋捌看，就讲我甲天公照胆，敢甲抬牛仔囝去食。安尼啊，安尼。哎呦啊！我顾迄个臭头仔规煞袂记你这死查某鬼啊啦哈！今仔日啦，你安尼吼，若无互阮妹唒一个吼，我这北客有影吼，你搁想要啥物？哎呦，我是大只个。黄母呀，阿英，黄母呀，你，我提杯要来互你教。唔好啦，啊你无通教，会去寒着呢。不要紧啦，我遐较袂寒，你茶房足寒，我你教。哦啊！呀，你心肝啊，真大呢！你敢利用3更半暝偷遐面皮要留这臭头仔死囡仔教？啊，你上面啊真不受教，你来这高面皮啦！